讲到这俄乌战争到当时还未结束，不过这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最近伫咧世界经济论坛时阵，特别点名到台湾、美国、欧洲等国家，即支讲有这电子零件卖去罗西亚，帮助因制造飞弹。咱的总统赖清德除了是希望讲伊会当提供相关的信息，也强调台湾和乌克兰的人民是徛共平的。咱的经济部就强调讲，对2024年4月开始，台湾的晶片和工具机就无出口去到罗西亚。台湾与乌克兰人民站在一起。强调台湾对俄乌战争立场明确，绝对无容忍任何协助侵略者的行为。不过，对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日前伫瑞士的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公开点名台湾电子零组件流入罗西亚军工体系，赖总统嘛亲身背会。But not only China. Russia gets components from companies in Europe, the United States, and Taiwan. 请乌克兰泽伦斯基总统把讯息给台湾，我们愿意加强管制，透过第三国，同时隐藏最终目的的商品，避免进入俄罗斯。对这代志，经济部嘛讲，为罗西亚2022年2月入侵乌克兰了后，咱国家打到6届扩大管制货品的清单。为国务署的资料显示，那2022年3月采取严格审查，今年5月搁扩大适用伫白俄罗斯，搁大幅度提高违规出口去2国的罚则到15倍，也搁要求厂商出口去附近国家，像土耳其、阿联、中亚等国的时阵，嘛必须切记袂使转运去罗西亚。强调咱国晶片甲工具机，电话为2024年4月开始已经无出口去罗西亚。立委是提醒，上麻烦的无法度确定是出口了后，透过第三地流去罗西亚等受管制国家，要求经济部甲国安会专案清查，强化最后用途甲使用者的追踪。不肖的厂商，那可能透过在第三地转单、拆单、转包等等的各种方式，让他们来去应用在这些军工体系上。所以我们也希望说，被谁用，那可能会转到谁，这些也都要纳入治理的范围内。台湾迄今以6度扩大管制清单，将3300个俄罗斯实体纳入出口管制范围。然而，美国、欧盟或台湾都同样面临有恶意第三方将受管制产品蓄意以不法方式转运到俄罗斯的可能。我国也一直持续和美国、欧盟以及其他理念相近国家保持密切合作。外交部讲，伫俄乌战争，中共是国际社会公认的罗西亚关键协力者，呼吁国际社会做伙重视，也毋望俄乌战争早日结束，互乌克兰人脱离战争甲苦难。光是新闻采访报道。